好，咱感谢碧君甲旭凯，这花莲大地东东部的交通嘛是受到真严重的损害，有真侪路段拢是当咧抢修的状况。台九线下清水桥是预计4月初6的暗时会当通车，会大声开放高频的双向。也毋过这地东尾是线线来，所以增加抢修的难度。中环九曲洞这土石是一直咧落，佮加上山顶透风，所以无人机也是看款情形咧飞。交通部是表示讲，预计今仔日下晡3点，就会先甲九曲洞路段甲修理好势。没有路。厂商赶紧清洗苏花公路，为车6部分通车做准备。花莲强烈地震重创东部交通运输，公路真侪路段拢继续咧清修。交通部指出，台九线下清水桥长期按算伫车6暗时6点抢通，先提供小型车单线双向管制通车。这里是9曲洞隧道对外的道路，目前落实频繁。大大细细石头一直连落来是真危险，啊，毋过地动尾真济，也造成抢修的困难。中华公路九曲洞头前平均每10分钟都一摆石头连落来，佮加上山区强风，无人机使用也受到限制。台北线中华公路全面修复的时间依然无清楚。那目前台8线我们已经抢通到174K 哈，因为路况不是很理想，我们预计到今天下午会抢通到下午3点，抢通到九曲洞的部分呢，那个里程是在173K 左右哈。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配合公路总局的那个开挖哦，然后把道路抢通，能够尽快到9曲洞，因为目前那边有10位民众受困在那里已经3天了。消防署也列出上新的灾情情形，九曲洞绿水营地甲西部国小、天祥地区等拢有受困的民众。啊，毋过路况真歹，地动尾真济，抢通推进真困难。抢灾机具通过危害度也悬。目前中环还有5个灾点需要抢修，希望车6会抢通大部分的路段。根据目前的工作状况推估哦，在明天下午3点可以抢通到天祥隧道的西口，今天的点到明天的点，大概我们还有7公里的工作。啊，毋过算去几天，东半部地区、中部山区可能有明显的雨势。经过强烈地震了后，边坡是较脆弱，就惊出现土石流的灾情。若是车6通车了后才落雨，道路可能会阁受阻。相关单位也呼吁民众，若无必要，唔通进入山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